好，我哋今日咧就學呢個平面圖形綜合。好啦，個問題就係、唔好錯，喂你兩個，好咩叫綜合咧？我樂於助人啊，借咗支筆俾佢幾好。你咩叫樂於助人？我哋而家上緊課，你嘈住我哋仲樂於助人。好，嗱呢個綜合嘅話咧，大家聽住啊。呢一頁吉嘅合理啦。嗱咩叫綜合咧？綜合嘅意思係即係以前學過嘅咧，全部都溫一次啊。咁我哋可以簡單溫一溫，以前我哋學過啲咩模型啊？隨便講一講啊，一人講講。蝴蝶啊，一個蝴蝶啊。沙漏。冇錯，一個過嚟啊，雀收仔。冇玩嘢啊。蝴蝶啊。燕尾。鳥好。巢。燕尾。燕尾啊，燕尾。鳥巢。啊。鳥巢。好，仲有啲鳥巢啊。八字。個鳥知唔知啊？我嚟寫。唔使，坐低，我先簡睇字啊。鳥巢啊，個雀仔啊，雀仔。好，仲有咩啊？A 字。金字塔。好，冇錯，嚟風箏啊，風箏。八字塔。啊， A 字。好，跟住咧，都冇幾多點開啊？唔知啊，冇錯，我哋好，仲有啲咩咧？做第二個吧，做第二個位置吧。我知了。A 字八字。係 A 字八字都係嘅，好。嗱，同學仔話沙漏嘅話咧，其實有時候就會稱作係咩咧？八字。稱之為呢個八字係啦。金字塔。跟住咧，仲有一個係金字塔。金字塔有時候會第二個名叫咩名啊 ？A 字。係啦 ，A 字模型啊，行齊差呢樣。就話某個啊，好。咩啊？沿圖，沿圖今日學緊啊，即係以前我哋有冇專門學過沿圖啊？有啊。咁啊，算啦，今日沿圖啦嚇。沿圖今日都係好。然之後嘅話咧，大家聽住啦啊！咁呢個課題到底用邊個模型咧？我都有。就係撈住嚟用嘅。好似例題一咁我嘅解法同埋答案解法咧係不一樣嘅。OK。而且咧，我覺得佢相當之難，好啦，咁呢一題嘅話咧，我覺得咧即係我先開個圖好嘛？可以啊。好，絕對可以。我哋先揾個同學仔讀個題先，邊個讀題啊？陳子睿啊，陳子睿。弧圖 ABCD 為正方形，角 BEC 為90度，EC 等於21，BE 等於15，則 E 部分面積為。好，咁我哋嘅話就即係睇睇呢題點樣做啊？標數據先，呢題嘅數據係非常之少嘅。第一個數據係咩咧？第一個數據係21，第二個係35，然之後呢個直角，然之後呢個陰影。係啦，嗰啲圖形題咧，如果要俾條件嘅話，都俾得比較少㗎。呢題咧，佢有咩特別之處？記住有兩個特別之處，一定要記住啊！我講一講，其實大家諗唔諗到佢有機會用咩方法？第一個，佢個正方形；第二個，佢隔離一個直角三角。沿圖。係啦，畫沿圖做到㗎。呢個係一個記住，但唔係 only 用沿圖就做完啦。啱啱講過啦。因為我哋係之前啲模型嘅嘛，攞嚟攞去咁用㗎嘛 ，OK， 所以咧，我哋咧就先畫一個沿圖嘅，咁呢一個啊，係啦，直角嚟㗎嘛，冇問題啊。呢個叫外形啊嘛，因為即係沿圖咧有兩種嘅，一種叫咩啊？喺入邊㗎嘛，喺入邊嘅，即係全部都係直角三角形㗎嘛。點畫嘅？畫錯咗，即係一條線畫錯咗啦，係咪咁啊？差唔多咁啊。第二種係咩㗎？即係呢個直角三角入邊嘅叫內啊，喺入邊啊。咁呢個正方形咧，啲三角仲可以喺邊度啊？可以喺出邊㗎嘛？呢直角三角形喺出邊嘅。有冇明白？內形同埋外形啊，外啊，出邊嘅意思啊。好啦，所以嘅話咧，呢一條題咧，好明顯咧就係畫一個外形圖啦嚇。咁點諗咧？其實外形圖唔係真正大思路，係一個細嘅思路嚟。知唔知叫大嘅思路咧？大嘅諗法應該係咁樣諗啊！大家明唔明先嚇？即係如果你夠聰明嘅話咧，就應該係咁樣諗。但係咧，一般嚟講，你做題都係一啲啲咁做出嚟嘅嚇。你見到呢一個咧，
做研討咧肯定有幫助㗎，肯定有幫助嘅。OK，係好，但係停，依家咧我俾一個思路大家啊，大家聽唔聽明啊？俾個思路大家先。咁其實我哋查到佢先啊，記住我哋考佢應該咁樣分析㗎。好，這個是21啊，這個是30，係嘛？然之後嘅話咧，喺其實喺風箏入邊大家其實呢度有冇幾多個風箏？有。係應該嗰個大嘅風箏入邊嘅話咧，你會發現一個好神奇嘅嘢喎。一個咩嘢咧？第一，以呢條為界，上面呢個3個人計唔計到？計到啊 ，OK。好啦，跟住下邊呢個大嘅計唔計到？如果知道呢兩個面積，其實我哋可以推理啲咩數據出嚟咧？係咪可以推理到誒呢一即係呢個叫做呢個 DF 同埋 EF 嘅呢個比例關係？咁如果你有呢個比例關係，其實你要知道邊個面積得㗎？係咪你要知道呢個大嘅面積得㗎？OK。咁但係呢個面積其實好唔好計啊？唔好計㗎嘛。好啦，咁喺呢個風箏入邊啊，隨便畫一個風箏啊，呢個4邊形風箏啦。你咁樣切叫左右，跟住咁樣切叫上下啦嚇。大家有冇發現喺呢段題入邊，我哋嘅上面嘅面積同埋下邊嘅面積其實係計到嘅。咁即係呢個4邊形總面積我哋計到嘅。依家咧我哋咧想最多得到呢個右邊嘅面積，咁我哋要做啲咩嘢？要減去呢個左邊嘅面積。所以其實而家最難嘅地方係計出咩出嚟？係計出呢個左邊嘅面積啊！我唔知有冇講清楚啊？聽清楚未啊？好 ，OK， 重新嚟過啊！第一，求左上，求左下。然之後嘅話咧，求咗上下咧，呢個上下有兩個作用嘅。第一個作用係 DF 比 FE 呢個作用。第二個作用係計出右邊嘅。咁我哋通過上下計右邊咧，就棘咗喺左邊啦。咁個目標係計出個左邊出嚟嘅。咁左邊喺邊個部分啊？左邊咧係呢個黑色嘅部分啊，黑色嘅部分。係咪自己答我？哦，講錯咗，唔話到啲，應該係計出邊邊啊？應該唔係咁，我話我咁樣冇問題㗎嘛。哦。所以我即係頭先咧喺度諗緊嗰時，應該係計出咩？計出左邊。所以你棘咗喺咩邊啊？棘咗喺呢個右邊嘅，有冇認啊？棘咗右邊啊！所以你計到右邊嗰陣時，自己啦。其實我啱先講咗啦，呢個叫大嘅思維方式，大嘅思路就係最終推理到。係計呢個右邊，然之後頭先講咗個咩圖啊？你自己諗，自己諗，計，自己諗啊！哎，開始啦。為了大家適應未來的節奏，我們唱着普通話一起來，好不好啊？不好。你反到。好嘅茶仔，又係加金幣啊 ！OK。好嘅舉手，普通話好嘅舉手。我翻嚟啦，望到我哋即係撈住嚟睇睇識唔識用到啊！我不可以適應啊！呢個我哋，頭先係唱出嚟嘛？做咩？我都有啦，我都有。好啊，我都有。做大。
個目標。會唔會有少數啊？最終個數咧就好靚仔嘅，最終個數好靚仔。真係計錯咗。最終嗰個啊，我之前用我自己方法計到中間嗰時，我都係諗住我。後尾數學有一個叫做抵消嘅嘢，或者係弱解嘅嘢，唔係唔係，我都冇我寫錯做咗。做錯都合理。點解？我都做錯啦，有時候。OK。甚至做不了，笑死。善良王子，所以依家強得可怕，我跟你講。我去上線，好似請上面，俾差死，強得厲害。係真正俾你過嚟㗎。你唔好等答案啦你。講嘢啊邊個等答案啫？你！我真係。好，開講啦。答案300，好靚仔個數。答案300，答案300。咁我哋清除嗰個啊，怎麼做啊？怎麼做啊？好，有冇同學真係有 feel 啊？即係要加啲時間。有啊，我已經。咁多？唔係啊。冇錯，再多2分鐘。知道。再多2分鐘啊！因為我陣間做下都係計錯數嘅，不得不説真係好難。不是那麼容易算的。好大喎，我嘗下。得，啱手。啱。開個啊！好。點做啊？有開始啊！首先
咧，我黃勝嗰其實可以加到50啊，因為個過程咧就比一啲同學仔咧就清晰好多嘅嚇，清晰好我多啊。 OK 啦，算啦。中國有冇過你啊？有啲學仔明㗎你，不過陳做長啱咗得邊個？係啦，陳長都好好嘅，陳長都好好。冇話好似即係我講今次兩件事，因為即係好核突啲過程。我講佢啫嘛，你做咩係有咩型啊？你真係好3個型啊！呢、個叫 BCE 啊，佢面積係幾多啊？2/21乘35啦，係嘛？咁等於幾多啊？梗係唔計啦，點會計呢個數？知唔知點解唔計啊？因為陣間好多比例關係要揀資源支持嗰啲啦 ，right？ 我哋 Alan 講清楚嘅啥？好，然之後即係手放低，然之後呢個 BC square 啦 ，BC square 得呢個21嘅 square 加35嘅 square， 有冇驗啊？呢個係咪不是定理啊？所以呢個三角形嘅 BCD 咧係21嘅 square 加35嘅 square over 2啦。有冇驗啊？啲反應啊！冇嘢啊，好。所以咧呢度咧，記住呢條位格上同埋下咧面一計，然之後有兩個作用。第一個作用係咩嘢？計比例關係。第二個作用係咩嘢？計呢個四邊形嘅總面積，跟住等佢右邊得到左邊。咁點啊？所以我哋第一個作用先啦 CF 比 EF。咁啊呢度大家分母多過2㗎嘛？記住大家分母咪多過2啊？所以呢個2就點啊？揀咗佢。所以 CF 代表嘅呢個大啲嘅21嘅 square 加35嘅 square， 比上21乘35啊。好，呢個第一個作用嘅比例。咁第二個作用咧要計呢個總面積。咁啊總面積係仲加快嘅。咁計呢個總面積，跟住係咪就要計出呢個右邊啊？即係我哋計呢個右邊啦。咁呢個時候就用咩嚟幫手計右邊啊？用一個咩圖幫手計右邊？弦圖，因為咧弦圖咧就可以計佢底同高噶嘛。底是這個，OK 呢個係 A B C D F G H 係嘛？講笑啫，注意點啊！好，所以呢個 D G 其實佢個長度都係幾多？都係21嘅。O 唔 OK？咪高度呢個高度啊！因為弦圖嘅話係其實弦圖意思係咩啊？我哋畫出嚟嘅三角形全部都做咩啊？一樣啊，係咪一樣嘅？一樣啊，咁啊呢個係21，咁呢個都係啦，21，所以呢個三角形啊，三角形啊 ，CDE 啊等於21的 square over 啊，有冇疑問？除了我講普通話之外。嚇？點解？啊。我有。好。哪裡不懂啊？即係咩啊？咁我哋計呢個BDE 啊。誒假白咯。學校啲普通話2到8啊。好，我們繼續啊。那麼呢個 BDE 咧，就是這個加這個，這兩個相加減這個啊。OK。好，咁啊2/21乘35啊，加2/21的平方加35的平方減2/21的平方。喂，我有冇算錯啊？應該沒有啊。我唔知啊，因為我唔用呢個方法。應該沒有啊，沒有啊。所以它等於2/21乘35加35的平方。哎，這個是可以提取公因數啊。OK， 提取公因數啊。3個35啊，35拿出來是21加35是56，所以呢56除以2是多少？28。所以這個是21乘28。沒問題啊，這個是做完了。冇刪啊？冇刪啊？係咯。玩夠嚟啫。咩啊？35提取公因數啊，然後就是35乘28啊，哎，咁就冇問題啦。好。Alice 我仲唔係好明。哪裡不懂啊？嗱，點解你唔可以直接
BD 個面積嘅。你咪聽得明咯？咩？我第一次聽啊到。 BD 的面積怎麼算？底係 BE，跟住高係 EG。邊個講啊？有道理。掌聲！唉，答案音咗，有個50。耶！阿黃請加啊！黃請筆跡好啊，你啲思路好啊。做咩啊？嗰啲殘嘅同學真係，唉。還是說我嗎？是不行嘛？有。我說有些同學表現很好，是在說我，對，就是在說你。喺度，看這裡啊，咁啊，冇啊，邊個啊？你腳係搞嗎？手攞開啦！你腳都攞開啦。喂，我陣間攞個嘢卜你個頭。去波㗎，你打個針啦，好唔好啊？好唔好啊？好唔好啊？咁冇再喐啊！好，冇錯。這個三角形 BEF 等於俾你比例關係係咩嘢？呢個啊，好，所以係三角形三角形 BDE 乘睇住，因為呢個全部啊。邊個？唱歌啊！你企起身得，你企起身隻手放上面，你就唔好喐，佢就唔好喐啊。自己唔係錯。好，咁啊呢個比例係21個 square 加35個 square 加21乘35，好，相加，分之幾多？俾反應，分之幾多？因為我哋嘅下邊一段啊嘛，下邊一段所對應嘅呢個數係幾多啊？係呢個21乘35啊嘛，冇問題啦。即係你總數相加，然之後分之係寫你要嘅部分，21乘35啊。好，咁啊到呢個關鍵時候啦就係將呢個拉上去啊 ，OK。所以咧係35乘28 over 21乘35，呢度係真係要硬計一下嘅。真係要硬計一下嘅，或者係即係調整一下嘅，即係例如我意思係話，唔係咁好計啊！大家認真計啊！唔係要乘嗎？係咯，點解要乘喎？咁呢啲我哋不嬲都係省略㗎嘛。咁你咪28又有道理啊！好節目有道理啊！好，咁我哋睇住啊！喂，呢個硬嘅，嗰啲硬嘅得幾多啊？哇！呢個，哇呢個啊真係要硬計嘅，冇話啦，快啲計啦！啊！呢度唔使啊。咁啊其實可以攞個7 square 出嚟。冇錯，嚟。好，咁啊大家咧就係咁啊，攞個7 square 出嚟啊！7個 square 乘3個 square 加5個 square 加3乘5啊！咁發現呢個數係幾多咧？40。我哋計一計下，9加25再加15係幾多啊？49嚟喎。49就啱啦 ，OK。好啦，所以嘅話下邊成嚿嘢係幾多啊？其實係7嘅4次方啊！有冇疑問？冇疑問。然之後發現，7個倍數，全部咩啊？有減，呢個得翻個5，呢個得翻個4，得翻個3，得翻個5，所以這個答案是300啊！耶，做完了。耶！掌聲鼓勵。謝謝張成明同學的對這個學的支持啊！100根本。下面嗰題係咪2啊？好似係，點做啊？哇！2個弦圖就搞掂啦。靠譜啊！唔係啊，真係㗎，我可以出嚟講。第一個啊？冇，我哋都俾大家3分鐘自己思考下，都俾我哋陳同學去醖釀下點樣講得更加清晰。係啦。OK，咁啊3-5分鐘之後咧，即係我哋請阿陳 Sir。但係筆跡要好啊，出嚟講，我真係睇唔明。好係你嘅事啫。即係首先確認下佢有冇講啱先係嘛？好，
測第一問做第二問5分鐘啊，因為我哋班 A 同學就好似直接咗出嚟，所以就要唔 tips 先？要。好得得俾啲咯，我哋俾啲咯。測到嚟舉手。個 tips 就係畫兩個魚圖講。好。真係。好，魚圖 A B C D C F G 都是正方形啊。A O 等於3 ，B O 等於4，H G 垂直於 F H。F H G 最大嘅幾多？喂，佢呢個題目就好好玩，因為佢尋日點樣問？佢問咗啲咩嘢先？你理解咗題目先？佢理解咗啲咩嘢先？佢記唔記得個咩我哋啊？佢唔係叫你求個面積喎，佢求面積啊，最大值喎。咁其實呢個地方肯定有啲限制條件令到佢可以即係調整啊嘛，我唔知有冇講清楚啊？好，所以咧喺呢個地方咧，我哋標一標呢度係3，呢度係4，我哋要喺呢幅圖入邊揾到關於呢個三角形嘅一啲限制條件，喺呢個限制條件之下揾到個最大值，基本上係咁啊！即係你千祈唔好諗我呢個幾多，呢個波係幾多啊？因為佢係波動嘅，佢變㗎，所以咧你要揾到喺呢個三角有咩條件係睇下佢同前面某個條件有關嘅，只可以講到呢度啦，最講到呢度啊。咁咧卓南就話：咁你畫原圖啦。咁我就講多句啦，真係講呢度，唔該再講啦。再講就已經係就 over 㗎啦，因為佢畫原圖就講答案出嚟㗎啦。係。所以你要研究個圖咧，有咩特別之處啊？陳同學上嚟，我哋 check 啲級嘅啊，包括你啊。哦，好啊，簡單。我要過程啊。有咩食過程啊？有，肯定有㗎。攞30啊嗱，你要睇，因為未有雪平。有。都未有雪平。有㗎。30啊，你中間漏咗一個。你睇下寫7個字吧，根據哦，根據我1個字都冇手嘅紫色，跟住我加50啦。你20啊？你30啊？我冇得出㗎，你加50喎。我好慘喎，你呢個可以40，你可能加個定期，或者加個數，因為我估下㗎。嗰個數係點講？差唔多啦，OK啦，你40啦，目前最高分啦。勁啊！真係勁夠㗎嘛？我都唔知邊啲陳獨喺度講嘢，不過姓周啲幾個。
哇，50。强的可怕，王生。啊，对，有觉醒的感觉。那个是如果你们我们。我刚才说不要讲吗？知道。啊，不能去厕所。别打了。啊，这茶嘛。啊，陳瑞吧。我同情佢啫嘛。但我唔同情你咯。夠鐘啦。好，我哋有請有請陳 Sir。啊，停笔，我们看一下这个陈雪的普通话。好簡單嘅就。哎，普通話。很簡單。OK，沒問題。首先，我們畫兩個鹽桃。鹽圖啊，沒問題，鹽圖 OK。哇，那樣。我們發現，大家8個位啊，你覺得可以8個位？呢個特別多嘅。這個位置是重疊的，我們可以分區。這個地方，我們。我換個顏色。你看，這個是7，那麼這個也是7，因為這個是正方形。哦，對。那樣，如果這是3，那麼這是4。對。因為這個是4，所以我們知道這個FH 啊，呢個英文嚟喎，你可以講。FH plus GH 等於4。我們要求最大的，所以他們的差要最少，所以是2和2，2乘2除2等於2。耶！100 points。OK。nothing OK。他們講明白了嗎？講明白了對吧 ？OK next one。I want to say I can learn English this class and he learn 普通話 and now other student learn mathematics。OK，我說明白了，就是不太好，英文不太好啊。好。我想上廁所。聽不懂。應該這個廁所太深奧，不知道什麼意思啊。OK， 好，這個學過的吧？好，做到題之前聽題目出錯了啊。這個是45度啊，補一下，題目沒有給你啊。這裡45度啊。題目沒有給啊，我補一下。7呀，好，上面這個做過啊，補完之後先看第一個啊，做過的啊，有沒有印象？我第2個有印象。第2個7是錯的。好。啊，先做第一個，第一個有用啊，第一個啊，這個我說一下我們做過的、學過的，所以這個是綜合啊。這道題可以用旋轉。哪一題啊？2題都是，第一題旋轉簡單一點，我們做過的。第2題好像沒做過啊，所以第一題鋪墊一下。旋轉，將它旋到哪，就馬上做完了。好，我們這個標價條件啊，第一個條件，這是等邊三角形啊，等邊三角形啊，等邊三角形能不能打？這能打。啊。
接下来这个是3，然后这个，哎，注意，这个是5啊 ，AD 是问号啊，把它转到哪就行了。等一下，提醒一下，提醒一下，这个150度有用啊，把这个红色旋转到哪个位置拼起来，哎，它就做完。就是把红色这个拿出来，然后转到某个地方做完。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印象？好，大家失忆了啊！很有印象。好。我都覺得，我都覺得，我一睇就覺得係。唔係我係4啊，不是定你嘛？3。It is illusion 啊嘅，唔係啊得你嘅，唔係幻覺嚟嘅。4啊。OK，來停啊！將這個三角形向右旋轉60度。什麼叫60度呢？就是你在這裡畫一下，然後這條邊是對應邊吧，對吧？對應邊的話，那麼對應邊呢，它的角度是60啊，注意啊，就是這個 ABD 繞的這個 B 點向右旋轉多少度？60。BA 會不會到哪裡 ？BA 到哪裡？到 BA 會去到邊啊？到 BC。OK， 呢個 boy 多去邊度啊？係咪出咗嚟少少啊？BD 撇啊。我咁樣算如果之後。咁樣算啊？我以為如果啲嘅。我都係。boy，認住 boy 啊 OK。我都覺得圓啲。係咯。我哋啲思想真係好似嘅。冇事嘅，當時我都唔識做嘅，係啦。耶！喂，我不會做大家那麼開心啊。我們班有2個開心。好這裡連下來。然後這個是3，這個是多少？這個是問號啊！哎呦！它是這個紫色的。所以這個是 A 啦。我哋而家係求緊問號係咩？我覺得問號係係啊，好多係咁咯。佢話呢個我覺得係4。係 OK。我覺得啦，證明下啦。知道。還有一個東西沒有用，還有一個東西沒有用。這一個150度，150度啊。好，講到這裡，有些姓周的人已經做完。你就姓周嘅，咁啱嘅。20分吧，你這沒有過程啊，你這個要寫寫啊。你這跟那些陳同學都一樣，這不行啊。咁咪好咯。20啊。再加一條線，再畫一條線。什麼線？你的英文真好。draw a line。是直線嗎？別吵啊，自己做。要再加一條線。加在哪裡呢？畫個條線。係咯，畫乜線？係咪直線啊？輔助線。我知道。安靜安靜。注意旋轉了60度。安靜，別講話。呢條線。保持安靜，保持安靜。呢條線。大家識睇。保持安靜啊。一數估啱我嘅。
10分嘛，答案是对的。 OK。你要不要讲？什么？我想想吧。我的普通话太难听了。讲得很好，大家都听懂了。曾令奇你能听懂吗？曾令奇都听懂，那我们怕什么？这印度人講英語都不怕，你怕什麼？我齊哥啱在，你40。哇，你有哎呀，行了，好3進了，張同學。啊，你20了。我有2㗎。你考試可以跟考官說，哎，我來解釋一下。但係0分。冇寫過程喎。0分。唔使過程喎。 0分。但我啱。你都知道 Alex。我係喎，我你第幾日食佢？你呢啲，你這個智商不夠集訓隊呀，你這記憶力不行啊！我教你4年級到現在，每道題都要求寫過程，你都畢業了快，還不記得我的班要寫過程，太不應該了！啊，開講，再來講。反正無所謂啦。好。猜隨機抽人。等等，你來吧，你來讓大家開心一點。我給你一張本子。來，再給你一支這個粉紅色的筆，你要不要這個本子？不用。好。不搞。為什麼？這個亮眼一點。首先，我們知道，這個轉了60道。對，60度啊。所以我們知道，這也是60道。啊，60度。OK， 好，繼續，對的。我們加這條線。啊，加這條線。啊。我們也知道，也是60度。啊，為什麼？因為這個是3和3。啊。所以我們知道，這個是等邊，三角形啊，等邊三角形。等腰三角形。啊，對，等腰。那因為我們知道，這兩個角是一樣的，所以我們可以哎，它這個很重要啊，它是嚴格證明了啊，它嚴格證明了是等邊。他說清楚了沒有？他的意思是說，嗱，首先呢，這裡是3，然後這裡是3，所以它是個等腰。等腰的話呢，這角1等於角2，這兩個一樣。又給了一個什麼東西？60度，所以它一減60度再除以2，發現這兩個也是60度，所以它就變成了變成了等邊，變成了等邊啊。然後繼續。我們知道這個是3。好。他都寫完了。我們知道這個是150度。我們知道這個角是90度。我們有不是等於。就是勾股定理啊。勾股定理，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是4了耶。明白。他說明白了，說得很清楚是吧？沒有廢話。我們休息一下，下個休息。休息。買零食。冇大家下次嚟買兩轉。哦，這樣子。這樣子嚟。